我初頭見佢咁薄細細個四四方方一個圓圈咁，估佢係就咁手機嘅磁吸充電啦。原來唔係，變身先，哇！好似變形金剛咁樣啊！拉出嚟之後咧，係可以支援3個嘅充電位置㗎，包括最頂部嘅手機磁吸充電啦，打直打橫放都得嘅，打橫放就俾你好似個座咁樣嚇，煲劇都得啊嘛。後面呢度咧就支援 Apple Watch 嘅充電啦，前面咧就可以俾佢放低你嘅 AirPod 耳機無線充電啦。整個無線充電站嘅總輸出咧有23瓦，包括上面手機嘅15瓦啦，後面手錶嘅3瓦啦，同埋前面耳機嘅5瓦嘅。供電方面咧，後面有一個 Type C 接口啦，就係我哋最方便嘅 Type C 線啦。而保護裝置咧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嘅，咁你後面長期插住條 Type C 線咧都唔怕有危險啦。將佢接翻埋嘅時候咧，總厚度咧只有11mm， 即係1.1 cm 啦，非常方便攜帶，我就咁袋落呢個心口袋都得嘅，可以擋子彈添啦嚇。底部咧就有4粒嘅防滑膠的啦，咁擺喺大部上嘅平面上邊啊，都唔會驚喐嚟喐去啦。呢個極度方便又超級靚仔啊！支援埋 QI2 嘅無線充電功能嘅無線充電站，啱晒咧擁有好多蘋果產品需要充電嘅朋友啦。呢件 X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